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咱过来摇味菜，你的囝儿是谁？甲叫我来，教咱的幼囝讲，这较早民间的娱乐。国情啊，要有民间的娱乐上，对，头一条5、2、4句的道具，见面讲财生带山头，死了用布包，百官做透透。我国无落后，民间有啥物娱乐？讲财生带山头，啊毋草木树丛，对毋？啊讲过来吼，死了啊，你甲摕转来讲用布包，就听做百官，啊佫毋免讲我国，敢有即个戏文？无咱讲做百官会当做透透，有喏。讲来到遮朋友你已经知啊，即个题目嘛已经透露一半字啊。若讲对山头厝转来，啊用布包起来。正就是呢，迄块茶你甲刻红仔面，刻小生，刻小段，即马布包起来了后，手撑落去，就是做布袋戏。尤其技巧的，就是讲布袋戏，无论史艳文还是写牌庄稼人，这拢恁兜请，毋免亲像人咧搬戏共款。甲小生参详讲，档期爱留10天，互我拍戏；甲小段参详讲，即栋条件偌济几万拄几万，你才肯来拍，毋免。人因吼永远就伫咱兜，而且我国无落后，所以即个布袋戏。独家咱兜的红仔就对啊，布袋戏民间的娱乐，5、2、4句讲道具的味菜，这条艺术吼，所以国情啊，毋则讲，叫你的啥你是谁做伙来看。国情啊，你这歹看面呢，阮孙都无爱看。卖安尼讲啦，歹的事相机，无咱搁一条好无？讲四边群18州，中央有河无水流啊，号令兵马去出战，杀死君王万人休。吼，四边群，就是定18州啊，就是讲江山嘛，吼。中央有河，有过一条河，但是无水咧流。这啥物河啊？煞毋知影讲，就是兵马出战要争夺江山，啊，目的就是讲杀死对方的君王。国情啊，讲到遮就有一个眉目啊，中迄条河讲无水咧流，是毋是叫做楚河？对啦，一边叫做楚河，一边叫做汉界。楚河汉界，红甲乌决斗。咱知影哦，连白囝啦都爱计较啦，因为其中不以真君子，起手无回大丈夫。正7、2、4句的味菜，你互咱要行奇，你互咱要台湾民间趣味的娱乐啦。